細聲話你知，今日帶睇間將軍澳之最高50幾樓，望到煙花維港景，同埋最貴差唔多1個小目標。呢度頂樓真係有間超級巨無霸，3906尺，有埋天台，有埋私人泳池，就係望住呢一個 view。嗰間咧就未賣嘅，留翻俾你啊，老闆。今日我哋睇一間52樓2389尺，呢個正喺佢樓下。今日望翻同一個景觀，同一個座向。你諗下，淨係呢埲窗落地大玻璃都接近5米。香港買樓好少啊，會望到雙絲景 IFC 呢度過去講緊都係22分鐘。ICC 高鐵站遲啲開埋中九龍幹線，我估20分鐘到㗎啦。廚房你見得多，雙門嘅廚房見過未啊？除咗一個中島 Island 就梗㗎啦，仲有呢個雙門雪櫃都係基本嘢。呢條橋就啱啱開通咗2-3年到嘅，咁一嘢又穿返去藍田隧道村